梁頌恆同游蕙禎宣誓案上訴被駁回，佢哋2日之內就會決定係咪上訴。周融引述黃光亞話，主管部門同意俾冇回鄉證嘅反對派申領回鄉證。南韓再有大規模集會，要求總統朴槿惠落台。各位歡迎收睇呢一節新聞。梁頌恆同游蕙禎宣誓案上訴被上訴庭駁回。判詞話三權分立同不干預原則唔能夠妨礙法院執行基本法嘅憲制責任。法院嘅審判係確保立法會同議員按照憲法規定行使權力，唔損害立法會嘅權力或者功能，亦都唔會削弱立法會嘅民意授權。吳淑珊報道。梁頌恆同游蕙禎嘅代表律師到法院代佢哋領取判詞。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喺判詞指出，基本法有最高嘅法律地位，立法機關唔可以凌駕基本法或者做同基本法背道而馳嘅事。法官又唔同意基本法77條賦予良莠義人不受法律追究，指出應該同時審視基本法所有嘅條文。草擬者喺制定77條嘅時候，冇意圖俾佢哋拒絕遵守104條。對於梁頌恆一方指本案只係涉及宣誓及聲明條例，基本法第104條同本案無關。張舉能指出，基本法草擬嘅時候已經同時考慮宣誓及聲明條例，有關論據係不正確、不現實。不干預原則唔可以阻止法院就違反憲制要求嘅事作裁決。張舉能又強調，基本法賦予法院獨立裁決權，法院有權力同責任就涉及憲法要求嘅案件作裁決。基本法第104條清晰列出，所有政府官員、法官、立法會議員都要宣誓。人大釋法之後，令基本法第104條對宣誓嘅要求更加變得毫無疑問。如果唔遵守，就會導致自動喪失議席。法官又指出，監誓者嘅決定有參考價值，但對法院並冇約束力。釋法冇賦予監誓者任何裁決或者仲裁嘅權力。如果監誓人作出唔符合憲制要求嘅決定，法庭唔能夠坐視不理，可以作全面覆核。至於釋法係唔係企圖修改基本法，法官指人大以內地嘅民法進行，有冇超越可以容許嘅範圍，普通法律師冇受相關嘅訓練，冇相關嘅理據爭拗。基本法亦都冇賦予香港嘅法院司法管轄權去處理。而釋法會由97年嘅7月1號開始生效，並適用於任何案件。上訴庭副庭長林文漢就指出，法院今次行使權力唔可以被視作捲入政治爭議，因為法院只係根據法律作裁決，而將政治遠離司法程序非常重要。宣誓發生喺立法會大樓入面，但並唔係單純嘅立法會事務，而係對政府全港都有深遠影響。因為宣誓要求議員效忠特區同中國，擁護基本法，法庭必須介入。上訴庭法官潘兆初就表示，法院係基本法嘅守護者，法院並唔係要損害立法會權力或者功能，或者削弱選民俾議員嘅民意授權，只係確保立法會同埋議員根據憲法規定依法行使權力。法院又頒令梁頌恆同游蕙禎一方需要支付訟費，如果有任何終審法院上訴許可嘅申請，法庭已經預留喺星期4嘅上晝9點半處理。NowTV 記者吳淑珊報道。梁頌恆同游蕙禎已經透過律師去信法院保留上訴嘅權利，會喺2日之內有決定。梁頌恆就話，上訴到終審法院需要提交7位數字嘅保證金，要同律師研究上訴嘅理據。最擔心嘅係法院可能會再尋求釋法。江永儀報導。梁頌恆同游蕙禎回應裁決，表示尊重，但係唔認同法庭嘅裁決。至於會唔會好似早前所講，上訴到終審法院，梁頌恆話其中一個重要嘅考慮因素係擔心上訴會引致終審法院主動尋求人大再釋法。我擔心嘅係終審法院會唔會係去到一啲可能喺個法庭裏面真係解釋唔到嘅一啲法律問題嘅時候，佢要再去提請人大嘅釋法。由終審法院去主動提請人大釋法，同埋北京主動去做到釋法，我相信係兩件唔同性質嘅事。個性質本身最唔同嘅位置就係我係阻擋唔到北京釋法，但係終審法院去唔去做呢個決定，其實係好取決於我哋究竟用咩法律理據
去打呢個官司。例如，當我哋推到去一啲追溯力嘅問題啦，推到去一啲基本法可能第158條或者159條嘅問題嘅時候啦。梁頌恆話：如果繼續上訴，估計需要提交7位數嘅保證金，而且上訴庭有關釋法嘅立場同原訟庭唔同，要同律師研究上訴嘅理據，2日之內會有決定。佢哋又重申唔認為宣誓行動有錯，唔會道歉。我哋不認為我哋嗰個動作其實係有錯誤，咁所以冇錯誤嘅情況底下，我哋係唔會去做呢一個道歉咯。我諗對支持者嚟講呢，我哋之後嘅行動係對佢哋最好嘅交代。至於會唔會喺下星期2刊憲限期之前申請暫緩立法會懸空2個人嘅議席，佢哋話會同律師研究。梁頌恆透露，青年新政至今眾籌到30幾萬，同500萬嘅目標仍然有一段距離，但佢就冇回應之後仲有冇其他方法籌募訟費。Now TV 記者江永傑報道。政府計劃入稟司法覆核立法會議員劉小麗嘅宣誓，劉小麗就形容係政治迫害，民主派議員就批評梁振英意圖推翻選舉結果，猶如係發動政變。伍志庚報道。劉小麗喺唔同政黨嘅民主派議員陪同之下見記者，佢批評梁振英為咗連任不擇手段，今次嘅行動係政治迫害。當民間已經有幾個JR 嘅案件嘅時候，其實政府係冇需要介入嘅。呢一個好明顯係一個政治迫害，係一個政治手段，目的係希望搞亂香港，為佢嘅選舉、為佢嘅連任去做功夫。民主派就認為政府隨意挑戰議員資格，意圖改變選舉結果，猶如政變。要剝奪一個已經宣誓咗，係並冇去宣揚港獨嘅議員，要褫奪佢嘅議席，呢個基本上係完全係想將民主派嘅議員呢逐個擊破，然後奪取佢哋嘅絕大多數。呢個絕對係一場政變。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就話，最遲會喺下個月嘅6號之前刊憲宣布梁游嘅議席空缺，而喺事件上，立法會嘅角色被動。我亦都唔能夠同政府講，不如你一次過喐晒佢哋啦咁樣。咁因為呢個係即係唔係立法會主席要做嘅嘢，咁所以我嘅角色都係好被動。但係我哋亦都要睇到咧，立法會係有個尊嚴嘅，亦都有個正常嘅運作。民建聯主席李慧瓊就認為，無需等到案件終審先至進行補選。補選呢所花費嘅公帑係大嘅，咁如果時間合適嘅，咁我哋認為呢係合併都係一個考慮，但係唔應該係夾硬要去等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就話，選管會刊憲之後會籌備補選，並會因應人手、場地等等嘅資源問題，決定補選嘅日期。現階段未有具體嘅定案。Now TV 記者吳志金報道。幫港出聲訪京團同港澳辦主任黃光亞會面之後，引述黃光亞話，主管部門已經同意俾冇回鄉證嘅反對派申領回鄉證，但係港獨分子嘅申請就未必獲批。羅錦平喺北京報道。立法會語言，港澳辦主任黃光亞冇回應係咪會向泛民重發回鄉證。之後佢接見幫港出聲訪京團，親自出嚟迎接。雙方會面1個鐘頭，結果呢個重要信息由召集人周融代黃光亞發布。中央政府主管部門同意冇回鄉證嘅反對派人士申請證件進入內地。咁當然啦，我都特別問多咗一句啦。咁係即係如果係港獨分子或者佢又犯咗法嘅，咁嗰啲佢話嗰啲就即係可能你未必得㗎。咁但係你可以申請咯。周融又引述黃光亞話：明白香港目前有眾多問題，要解決必須透過法治，而非互相爭鬥。希望香港人知法守法。幫港出聲之前有見過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陳佐洱再一次批評港獨。香港有一些朋友不要做東郭先生，對於港獨分子要毫不留情。
我們要讓港獨啊，像過街老鼠一樣，在香港人人喊打。香港出星今次第一次訪京係經中聯辦協調，佢哋話之前已經申請過好多次，今次終於都成事。佢哋星期四會結束行程返香港。Now TV 記者羅錦平喺北京報導。支聯會主席何俊仁認為攞返回鄉證並唔等於喺內地有行動自由，而現任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同社民連嘅梁國雄就表明唔會申領回鄉證。廖康瑜報導。支聯會主席何俊仁20幾年嚟都冇回鄉證，佢話中央應該有心理準備，民主派人士返內地可能會做一啲敏感嘅事，包括探訪異見人士。佢希望中央講明有乜嘢限制，避免引起更多政治風波。我就唔會特別好驚喜，因為呢個我應該有嘅權利嚟嘅，只係被無理嚇，我甚至覺得係非法違憲咁樣剝奪咗咁多年，即係我係非常之遺憾。但係當然，就算俾一回鄉證俾我哋呢一類人，或者係有啲其他嘅民主派人士，咁究竟係咪真係可以自由翻去大陸，去到旅遊或者探訪呢？咁樣佢認為係政治敏感嘅人，你有咩嘢潛規則，你應該講清楚。譬如話，原來翻去大陸係朋友係有啲人係唔可以探訪嘅咁樣。支聯會秘書李卓人就未決定係咪申請回鄉證，佢唔相信中央咁做係想同泛民修補關係。當然亦都分化，然後跟住又計啦。而家民主派得啦，港獨派又唔得咁即係變成又好似將香港社會又再分化即係等於以前就話我哋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嗰啲唔得，冇得翻去，咁其他人得，咁嗰時已經喺度分化緊啦。而家只不過有另一個分化嘅伎倆咁解嘅啫，所以即係我覺得就真係大家應該唔好理中央呢啲咁嘅小動作。涂謹申、梁耀忠同樣冇回鄉證，佢哋話會視乎需要再決定係咪申請。咁至於喺佔領運動期間嘗試去北京見領導人而被註銷回鄉證嘅羅冠聰，咁就表明唔會再申請。我就覺得其實翻大陸仲危險過即係唔翻大陸嘅，咁如果有嘅話，我都係唔會翻去嘅。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狀態幾好啦，係。即係唔會申請？我係唔會申請，係啊。如果佢想溝通嘅話，我一開始張回鄉證就唔會被註銷啦。社民連嘅梁國雄同樣拒絕再申請回鄉證。Now TV 記者廖康瑜報導。下一節翻嚟睇下其他消息。翻嚟新聞時間，南韓總統朴槿惠正式選出領導獨立調查小組嘅檢察官，負責調查親信干政風波，並且話自己會親自接受調查。喺首爾就再有大規模集會要求朴槿惠落台。施嘉誠報導。數以萬計嘅民眾星期三齊集喺首爾市中心抗議。集會由勞工團體發起，佢哋手持旗幟同標語，高叫口號，要求總統朴槿惠落台。喺民間不滿情緒未有減退之下，朴槿惠正式任命首爾高等檢察廳前廳長朴英珠擔任獨立檢察官，領導獨立小組調查親信干政風波。朴英珠目前係執業律師，曾經處理多宗大企業貪污案，包括調查2003年 SK 集團高層挪用資金嘅案件。青瓦台表示，朴槿惠將會積極配合獨立檢察小組，並且會親自接受調查，希望朴英珠能夠迅速徹查事件。朴槿惠之前一日再向國民道歉，並且話將自己嘅去留交俾朝野協商決定。執政新國家黨嘅主流派系提出修憲，縮短朴槿惠嘅任期去到出年4月，但三大在野黨表明唔會接受，認為朴槿惠需要立即無條件落台，並且堅持繼續推動彈劾議案，最快會喺星期5表決。按規定，要通過彈劾動議，需要有2/3國會議員，即係200人支持，連同在野黨172名國會議員，目前仲爭最少28人支持。新國家黨入邊嘅反朴派議員成為關鍵，各個在野黨都話會繼續遊說佢哋，務求通過彈劾案。若果議案獲國會通過，朴槿惠嘅總統職務會被暫停，由總理黃教安暫代。憲法法院需要喺6個月內就彈劾案作出判決，一旦彈劾最終成立，就會喺2個月內舉行總統大選。Now TV 記者施嘉誠報道。
大批古巴民眾聚集喺首都哈瓦那嘅革命廣場，悼念日前辭世嘅前領導人卡斯特羅。包括國家副主席李元朝在內嘅多國元首同代表都有出席。不過同古巴關係解凍嘅美國就未有派正式嘅代表團出席。周俊熙報道。卡斯特羅嘅追悼會當地時間星期二晚喺首都哈瓦那嘅革命廣場舉行，人頭湧湧。唔少古巴嘅傳統盟國領導人親身出席。卡斯特羅嘅弟弟現任領導人勞爾向佢哋逐一致謝。追悼會上，各國領袖輪流上台發言，向卡斯特羅致意。國家副主席李元朝代表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卡斯特羅離世致以沉痛哀悼同埋最崇高嘅敬意，讚揚卡斯特羅為古巴人民同埋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建立咗不朽嘅歷史功勳。費德爾·卡斯特羅同志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偉人，歷史和人民將永遠記住他。台下嘅民眾不時高叫口號，表達對卡斯特羅嘅懷念。勞爾壓軸上台，感謝各國領袖對佢兄長嘅美言，形容卡斯特羅係為人民服務嘅革命領袖。美國白宮早前表示唔會派出正式嘅總統代表團出席追悼會，而係由副國家安全顧問羅茲同埋獲得總統奧巴馬提名出任美國駐哈瓦那大使嘅現任大使館代辦德洛朗蒂斯作為代表。總統奧巴馬早前回應卡斯特羅嘅死訊時，未有批評古巴嘅人權狀況，惹嚟國內朝野抨擊。佢唔派正式代表團出席追悼會，相信係希望同古巴保持關係嘅同時，平息國內嘅不滿聲音。卡斯特羅嘅國葬儀式星期日喺東南部城市聖地亞哥舉行，運載卡斯特羅骨灰嘅靈車會喺星期三沿住1959年革命勝利路線相反方向，由哈瓦那出發前往聖地亞哥。Now TV 記者周俊熙報道。美國田納西州大煙山國家公園發生嚴重山火，係100年以嚟最猛烈嘅一次。至今最少造成3人死亡，10幾人受傷送院，過萬人要緊急疏散。宋正嫻報道。喺著名旅遊勝地大煙山國家公園北面嘅加特林堡，天氣乾燥加上強風，令到山火不斷蔓延，有民眾揸車逃生。沿路嘅林木都被火舌吞噬，濃煙密佈，四周圍都變成橙色。Everything was on fire. You thought, if you don't get out of here, you're gonna die. 山火已經燃燒咗一段時間，但係當地星期一起開始唔受控，並且逼近民居。當局緊急疏散住喺加特林堡同附近嘅居民，但係加特林堡已經有超過14000人要疏散，部分人喺臨時安置中心暫避。有人形容火場有如地獄。Yeah, it was like a picture of HELL, and there was 15, 20 feet high flames on each side of us as we were walking out in the middle of Gatlinburg. 山火造成嘅破壞喺天光之後清晰可見，受大火影響，超過12000間民居或者商鋪冇電力供應。加特林堡百幾棟建築物受損，包括一座16層樓高嘅酒店。當局表示會致力做好重建工作。Personally, I think I've lost my house, but things can be rebuilt. Our downtown's intact, which that's really great for our economy and for the future of Gatlinburg. We will rebuild, and we will remain the premier resort community that we are. And our guests love Gatlinburg, and it will be okay. 國民警衛軍已經出動，並且派出直升機投擲水彈協助救火。當地亦都開始落雨。但係專家認為無助舒緩當地嘅乾旱天氣。後任總統特朗普致電田納西州政府，承諾會盡力提供協助，並且表示會為當地人民祈禱，呼籲佢哋留喺安全嘅地方。Now TV 記者宋正嫻報導。下一節翻嚟有新聞之父。係一個政治手段，目的係希望搞亂香港，為佢嘅選舉、為佢嘅連任去做功夫。
民主派就認為政府隨意挑戰議員資格，意圖改變選舉結果，猶如政變。要剝奪一個已經宣誓咗，係並冇去宣揚港獨嘅議員，要褫奪佢嘅議席，呢個基本上係完全係想將民主派嘅議員呢逐個擊破，然後奪取佢哋嘅絕大多數。呢個絕對係一場政變。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就話，最遲會喺下個月嘅6號之前刊憲宣布梁游嘅議席空缺，而喺事件上，立法會嘅角色被動。我亦都唔能夠同政府講，不如你一次過喐晒佢哋啦咁樣。咁因為呢個係即係唔係立法會主席要做嘅嘢，咁所以我嘅角色都係好被動。但係我哋亦都要睇到咧，立法會係有個尊嚴嘅，亦都有個正常嘅運作。民建聯主席李慧瓊就認為，無需等到案件終審先至進行補選。補選呢所花費嘅公帑係大嘅，咁如果時間合適嘅，咁我哋認為咧係合併都係一個考慮，但係唔應該係夾硬要去等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就話，選管會刊憲之後會籌備補選，並會因應人手、場地等等嘅資源問題，決定補選嘅日期。現階段未有具體嘅定案。Now TV 記者吳志金報道。幫港出聲訪京團同港澳辦主任黃光亞會面之後，引述黃光亞話，主管部門已經同意俾冇回鄉證嘅反對派申領回鄉證，但係港獨分子嘅申請就未必獲批。羅錦平喺北京報導。立法會語言。港澳辦主任黃光亞冇回應係咪會向泛民重發回鄉證，之後佢接見幫港出聲訪京團，親自出嚟迎接。雙方會面1個鐘頭，結果呢個重要信息由召集人周融代黃光亞發布。中央政府主管部門同意冇回鄉證嘅反對派人士申請證件進入內地。咁當然啦，我都特別問多咗一句啦。咁係即係如果係港獨分子或者佢又犯咗法嘅，咁嗰啲佢話嗰啲就即係可能你未必得㗎。咁但係你可以申請咯。周融又引述黃光亞話，明白香港目前有眾多問題，要解決必須透過法治，而非互相爭鬥。希望香港人知法守法。幫港出聲之前有見過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陳佐洱再一次批評港獨。香港有一些朋友不要做東郭先生，對於港獨分子要毫不留情。我們要讓港獨像過街老鼠一樣，在香港人人喊打。幫港出聲今次第一次訪京係經中聯辦協調，佢哋話之前已經申請過好多次，今次終於都成事。佢哋星期4會結束行程返香港。Now TV 記者羅錦平喺北京報導。支聯會主席何俊仁認為攞返回鄉證並唔等於喺內地有行動自由，而現任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同社民連嘅梁國雄就表明唔會申領回鄉證。廖康瑜報導。支聯會主席何俊仁20幾年嚟都冇回鄉證，佢話中央應該有心理準備，民主派人士返內地可能會做一啲敏感嘅事，包括探訪異見人士。佢希望中央講明有乜嘢限制，避免引起更多政治風波。我就唔會特別好驚喜，因為呢個我應該有嘅權利嚟嘅，只係被無理我甚至覺得係非法違憲咁樣剝奪咗咁多年，即係我係非常之遺憾。但係當然，就算俾咗回鄉證俾我哋呢一類人，或者係有一啲其他嘅民主派人士，咁究竟係咪真係可以自由翻去大陸去到旅遊或者探訪呢？咁樣佢認為係政治敏感嘅人，你有咩嘢潛規則？你應該講清楚。譬如話，原來翻去大陸係朋友係有啲人係唔可以探訪嘅咁樣。支聯會秘書李卓人就未決定係咪申請回鄉證，佢唔相信中央咁做係想同泛民修補關係。當然亦都分化，然後跟住又計啦。而家民主派得啦，港獨派又唔得咁即係變成又好似將香港社會又再分化即係等於以前就話我哋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嗰啲唔得。冇得翻去，咁其他人得，咁嗰時已經喺度分化緊啦。而
而家只不過有另一個分化嘅伎倆咁解嘅啫。所以即係我覺得就真係大家應該唔好理中央呢啲咁嘅小動作。涂謹申、梁耀忠同樣冇回鄉證，佢哋話會視乎需要再決定係咪申請。咁至於喺佔領運動期間嘗試去北京見領導人而被註銷回鄉證嘅羅冠聰，咁就表明唔會再申請。我就覺得其實返大陸仲危險過即係唔返大陸嘅。咁如果有嘅話，我都係唔會返去嘅。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嘅狀態幾好啦，係。我係唔會申請。如果佢想溝通嘅話，我一開始張回鄉證就唔會被註銷啦。社民連嘅梁國雄同樣拒絕再申請回鄉證。Now TV 記者廖康瑜報道。下一節翻嚟睇下其他消息。翻嚟新聞時間，南韓總統朴槿惠正式選出領導獨立調查小組嘅檢察官，負責調查親信干政風波，並且話自己會親自接受調查。喺首爾就再有大規模集會要求朴槿惠落台。施嘉誠報導。數以萬計嘅民眾星期三齊集喺首爾市中心抗議。集會由勞工團體發起，佢哋手持旗幟同標語，高叫口號，要求總統朴槿惠落台。喺民間不滿情緒未有減退之下，朴槿惠正式任命首爾高等檢察廳前廳長朴英珠擔任獨立檢察官，領導獨立小組調查親信干政風波。朴英珠目前係執業律師，曾經處理多宗大企業貪污案，包括調查2003年 SK 集團高層挪用資金嘅案件。青瓦台表示，朴槿惠將會積極配合獨立檢察小組，並且會親自接受調查，希望朴英珠能夠迅速徹查事件。朴槿惠之前一日再向國民道歉，並且話將自己嘅去留交俾朝野協商決定。執政新國家黨嘅主流派系提出修憲。梁頌恆同游蕙禎宣誓案上訴被駁回，佢哋2日之內就會決定係咪上訴。周融引述黃光亞話，主管部門同意俾冇回鄉證嘅反對派申領回鄉證。南韓再有大規模集會要求總統朴槿惠落台。各位歡迎收睇呢節新聞。梁頌恆同游蕙禎宣誓案上訴被上訴庭駁回，判詞話三權分立同不干預原則唔能夠妨礙法院執行基本法嘅憲制責任。法院嘅審判係確保立法會同議員按照憲法規定行使權力，唔損害立法會嘅權力或者功能，亦都唔會削弱立法會嘅民意授權。吳淑珊報道。梁頌恆同游蕙禎嘅代表律師到法院代佢哋領取判詞。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喺判詞指出，基本法有最高嘅法律地位，立法機關唔可以凌駕基本法或者做同基本法背道而馳嘅事。法官又唔同意基本法77條賦予梁游二人不受法律追究，指出應該同時審視基本法所有嘅條文。草擬者喺制定77條嘅時候，冇意圖俾佢哋拒絕遵守104條。對於梁頌恆一方指本案只係涉及宣誓及聲明條例，基本法第104條同本案無關，張舉能指出，基本法草擬嘅時候已經同時考慮宣誓及聲明條例，有關論據係不正確、不現實。不干預原則唔可以阻止法院就違反憲制要求嘅事作裁決。張舉能又強調，基本法賦予法院獨立裁決權，法院有權力同責任就涉及憲法要求嘅案件作裁決。基本法第104條清晰列出，所有政府官員、法官、立法會議員都要宣誓。人大釋法之後，令基本法第104條對宣誓嘅要求更加變得毫無疑問。如果唔遵守，就會導致自動喪失議席。法官又指出，監誓者嘅決定有參考價值，但對法院並冇約束力。釋法冇賦予監誓者任何裁決或者仲裁嘅權力。
如果監誓人作出唔符合憲制要求嘅決定，法庭唔能夠坐視不理，可以作全面覆核。至於釋法係唔係企圖修改基本法，法官指人大以內地嘅民法進行，有冇超越可以容許嘅範圍，普通法律師冇受相關嘅訓練，冇相關嘅理據爭拗。基本法亦都冇賦予香港嘅法院司法管轄權去處理。而釋法會由97年嘅7月1號開始生效，並適用於任何案件。上訴庭副庭長林文漢就指出，法院今次行使權力唔可以被視作捲入政治爭議，因為法院只係根據法律作裁決，而將政治遠離司法程序非常重要。宣誓發生喺立法會大樓入面，但並唔係單純嘅立法會事務，而係對政府全港都有深遠影響。因為宣誓要求議員效忠特區同中國，擁護基本法，法庭必須介入。上訴庭法官潘兆初就表示，法院係基本法嘅守護者，法院並唔係要損害立法會權力或者功能，或者削弱選民俾議員嘅民意授權，只係確保立法會同埋議員根據憲法規定依法行使權力。法院又頒令梁頌恆同游蕙禎一方需要支付訟費，如果有任何終審法院上訴許可嘅申請，法庭已經預留喺星期4嘅上晝9點半處理。NowTV 記者吳淑珊報導。梁頌恆同游蕙禎已經透過律師去信法院保留上訴嘅權利，會喺2日之內有決定。梁頌恆就話，上訴到終審法院需要提交7位數字嘅保證金，要同律師研究上訴嘅理據。最擔心嘅係法院可能會再尋求釋法。江永儀報導。梁頌恆同游蕙禎回應裁決，表示尊重，但係唔認同法庭嘅裁決。至於會唔會好似早前所講，上訴到終審法院？梁頌恆話，其中一個重要嘅考慮因素係擔心上訴會引致終審法院主動尋求人大再釋法。我擔心嘅係終審法院會唔會係去到一啲可能喺個法庭裏面真係解釋唔到嘅一啲法律問題嘅時候，佢要再去提請人大嘅釋法。由終審法院去主動提請人大釋法，同埋北京主動去做到釋法，我相信係兩件唔同性質嘅事。個性質本身最唔同嘅位置就係我係阻擋唔到北京釋法，但係終審法院去唔去做呢個決定，其實係好取決於我哋究竟用咩法律理據去打呢個官司。例如，當我哋推到去一啲追溯力嘅問題啦，推到去一啲基本法可能第158條或者159條嘅問題嘅時候啦。梁頌恆話，如果繼續上訴，估計需要提交7位數嘅保證金，而且上訴庭有關釋法嘅立場同原訟庭唔同，要同律師研究上訴嘅理據，2日之內會有決定。佢哋又重申唔認為宣誓行動有錯，唔會道歉。我哋不認為我哋嗰個動作其實係有錯誤，咁所以冇錯誤嘅情況底下，我哋係唔會去做呢一個道歉咯。我諗對支持者嚟講呢，我哋之後嘅行動係對佢哋最好嘅交代。至於會唔會喺下星期2刊憲限期之前申請暫緩立法會懸空2個人嘅議席，佢哋話會同律師研究。梁頌恆透露，青年新政至今眾籌到30幾萬，同500萬嘅目標仍然有一段距離，但佢就冇回應之後仲有冇其他方法籌募訟費。NowTV 記者江永傑報道。政府計劃入稟司法覆核立法會議員劉小麗嘅宣誓，劉小麗就形容係政治迫害。民主派議員就批評梁振英意圖推翻選舉結果，猶如係發動政變。伍志庚報道。劉小麗喺唔同政黨嘅民主派議員陪同之下見記者，佢批評梁振英為咗連任不擇手段，今次嘅行動係政治迫害。當民間已經有幾個JR 嘅案件嘅時候，其實政府係冇需要介入嘅。呢一個好明顯係一個政治迫害。縮短朴槿惠嘅任期去到出年4月，但3大在野黨表明唔會接受，認為朴槿惠需要立即無條件落台，並且堅持繼續推動彈劾議案，最快會喺星期5表決。按規定，要通過彈劾動議，需要有2/3國會議員，即係200人支持，連同在野黨172名國會議員，目前仲爭最少28人支持。
新國家黨入邊嘅反撲派議員成為關鍵，各個在野黨都話會繼續遊說佢哋，務求通過彈劾案。若果議案獲國會通過，朴槿惠嘅總統職務會被暫停，由總理黃教安暫代。憲法法院需要喺6個月內就彈劾案作出判決，一旦彈劾最終成立，就會喺2個月內舉行總統大選。RTV 記者施嘉誠報道。大批古巴民眾聚集喺首都哈瓦那嘅革命廣場，悼念日前辭世嘅前領導人卡斯特羅。包括國家副主席李元朝在內嘅多國元首同代表都有出席。不過同古巴關係解凍嘅美國就未有派正式嘅代表團出席。周俊熙報道。卡斯特羅嘅追悼會當地時間星期2晚喺首都哈瓦那嘅革命廣場舉行，人頭湧湧。唔少古巴嘅傳統盟國領導人親身出席。卡斯特羅嘅弟弟現任領導人勞爾向佢哋逐一致謝。追悼會上，各國領袖輪流上台發言，向卡斯特羅致意。國家副主席李元朝代表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卡斯特羅離世致以沉痛哀悼同埋最崇高嘅敬意，讚揚卡斯特羅為古巴人民同埋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建立咗不朽嘅歷史功勳。費德爾·卡斯特羅同志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偉人，歷史和人民將永遠記住他。台下嘅民眾不時高叫口號，表達對卡斯特羅嘅懷念。勞爾壓軸上台，感謝各國領袖對佢兄長嘅美言，形容卡斯特羅係為人民服務嘅革命領袖。美國白宮早前表示唔會派出正式嘅總統代表團出席追悼會，而係由副國家安全顧問羅茲同埋獲得總統奧巴馬提名出任美國駐哈瓦那大使嘅現任大使館代辦德洛朗蒂斯作為代表。總統奧巴馬早前回應卡斯特羅嘅死訊時，未有批評古巴嘅人權狀況，惹嚟國內朝野抨擊。佢唔派正式代表團出席追悼會，相信係希望同古巴保持關係嘅同時，平息國內嘅不滿聲音。卡斯特羅嘅國葬儀式星期日喺東南部城市聖地亞哥舉行，運載卡斯特羅骨灰嘅靈車會喺星期三沿住1959年革命勝利路線相反方向，由哈瓦那出發前往聖地亞哥。Now TV 記者周俊熙報道。美國田納西州大煙山國家公園發生嚴重山火，係100年以嚟最猛烈嘅一次。至今最少造成3人死亡，10幾人受傷送院，過萬人要緊急疏散。宋正嫻報道。喺著名旅遊勝地大煙